喺香港，如果有人話俾你聽佢係做藝術，你會有咩反應呢？我係嚟自 BNI Energy Chapter 嘅 Choco， 我嘅專業領域係彩繪藝術活動教育。其實做呢件事嘅原因係因為我自己細個係由單親家庭成長嘅，可能細個嘅教育冇人教我哋點樣做父母，所以咧好細個嘅時候咧，我爸爸係由細打到我大嘅，仲試過咧喺學校俾人欺凌，所以其實對於我嚟講，我唔係好識得表達自己，我試過戒手自殺，反而呢啲嘅經歷令到我好想幫到更加多嘅家庭，接觸到好多唔同嘅媽媽，原來佢哋細個都有同我同樣嘅經歷。接觸咗彩繪藝術之後，我就發現用顏色可以進入到好多唔同媽媽嘅世界，但係我就開始諗，一個人去畫，一個人去教，究竟我可以幫到幾多人呢？於是我2023年3月決定加入 BNI Energy。 加入咗 BNI 之後，就有一位非常資深嘅會友俾咗一個挑戰我，佢咁樣講：你做彩繪嗰一行，啲價好海鮮嘅喎，同埋好易俾人取代嘅喎。你啲生意咁細，好難介紹俾你嘅喎。於是我開始諗，我嘅生意究竟點樣可以 scale up， 先可以幫到更加多嘅人。要學習點樣複製同埋槓桿資源。BNI 更加讓我知道乜嘢叫做 Giver's Gain。其實當初入嘅時候呢，我係連工作室都冇，但係就有個會友願意借佢公司嘅場地俾我。而透過唔同會友嘅幫助，其實我喺呢2年期間已經入咗30間學校、機構或者係團體，去幫助我接觸到更加多唔同家庭同埋媽媽，俾我知道呢，原來我哋做生意呢並唔係一個人去單打獨鬥，而係我哋可以槓桿資源，整個產業鏈咁樣去到開拓我哋嘅市場。而喺 BNI 裏面正面積極嘅態度，亦都令到我見到有好多唔同商家，佢哋經營生意嘅模式係令到我不斷嘅進步，同埋面對唔同嘅挑戰嘅時候都可以快速成長，讓我知道乜嘢叫做細水長流是生意。做藝術唔再係一個人埋頭苦幹，而係擁有藝術家嘅精神去回應世界嘅需要。